來看一個高雄大發工業區這個門口的情形，真濟民眾差不多上百位啊，佇個議員的帶領之下，扭白布條啊，因是大寮區8里的民眾啊，因這幾年來啊，其實都有3500萬的回饋金，因為這個工廠啊，都有污染，所以愛回饋金。不過，這間環境公司新任的董事長，伊講公司最近財務唔好，所以3500萬的回饋金。無啊，民眾就聽到非常不滿，所以來到這個門口講：你若無分錢，就要請你落台啊！不回饋。國老闆民眾叫白布條畫，唔定回饋金，要求背信的董事長落台，叫公司關起來。換新的啊，點解咁唔回饋？大家就講要抗議安尼啊！味足臭，味清出來的時陣，一聞到吼，頭殼黃個一直流目油。抗議的民眾是高雄大寮區的居民，今仔日早起組織到大發工業區，因為不滿犧牲健康，佇工廠的附近大過6檔，環境公司煞來反背因。根據了解，這間公司去年發生過二氧化氮氣體漏泄的事故，引發到居民的不滿。真正是陽光厝國營四期的焚化廠，為了補償附近的厝邊，這多年來有回饋金的機制。現董事長也是前市議員蕭英達，去年上任後，第4回協調會提出撤銷3500萬的回饋金，讓居民無法度接受。我們的要求也沒有說一定要回饋多少錢，那你就是必須照合約走嘛。講甲恁參詳過，攏無，10多間動起來。如果講因了錢啊，公司無賺錢啊。希望他們是不是可以共體時艱？本來要開第2次協調會，在5月20號，邱宇軒跟里長就反對召開，他們主張要先馬上發錢，如果不發錢。他們不願意開協調會。董事長蕭英達親親說明，表示願意溝通，希望推出雙方攏會當接受的新方案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